高雄女子家家有一个44岁受刑人，伫伫暗时雄昏倒，送病院哦，也毋过是无救无回来。传出这个受刑人哦，可能是负责天狗日的防疫过劳死亡，也毋过哦，家家是表示讲无这回事。详细的死因，爱搁等检察官来调查。拜四透早，高雄女子家家照常受理收容人接见，办公区号码正常作业。毋过收容伫内底的一个44岁女性收容人，拜二下暗登去下班，甲室友开讲时雄倒去，警界送去小港病院急救半点钟后有悬死亡。有人质疑收容人技术当日互人叫去做天狗日防疫工课，负担上大过劳死亡。死亡的原因是跟他作业过劳的原因是没有关系的，作业时间都是依正常，我们都有固定工作1个小时，休息10分钟。他在监情况，他都没有所谓的慢性疾病的看诊。家家讲确实有收容人死亡，毋过当日伊的工课量扣掉食饭休困的时间，严格来讲，工时间啊3点钟，嘛毋是伫日头下骹咧做事。天狗日的防疫工课是清水沟啊一种摒扫的工课，平常时伊的健康状况真好，迄日嘛无反映身体无爽快。这是平常他例行的环境工作，不是因为针对说为了要做登革热防疫工作去增加他的工作负担，没有。家家否认收容人过劳死亡，强调有公平对待所有的收容人。检方已经完成初步的伤检，有等后礼拜复检，到时家属卖到场。记者王友婷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